法國派遣一個軍事小組前往保護阿爾及利亞航空公司失事客機嘅殘骸。呢一架從布基納法索飛往阿爾及利亞嘅客機喺馬里墜毀，機上有116個人。法國總統奧朗德嘅辦公室星期五發表聲明話，儘管呢個客機已經解體，已經確認機上有51名嘅法國公民。法國交通部長古維尼耶話，機上冇人幸免於難，呢一點毫無疑問。佢對法國電視台話，好可能係惡劣天氣導致墜機。古維尼耶指出，飛機殘骸散落嘅範圍相對較細。布基納法索嘅迪恩德爾將軍證實呢個班機嘅殘骸喺馬里嘅哥斯地區，位於布基納法索邊界以北大約30公里。有關當局話，呢一架客機從布基納法索首都瓦加杜古起飛之後遭遇猛烈嘅風暴。呢架客機係阿爾及利亞航空公司從西班牙信捷航空公司租用嘅。呢兩家航空公司都話，機上有6名嘅西班牙機組人員同110名乘客。